一流灣區，一流生活。你而家收聽嘅係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聲，香港 FM 102.8，澳門、珠海 FM 105.4，廣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暢遊灣區，心隨聲動。嶺南乃文化匯聚之地。嶺南文化係我哋中華文化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組成部分。嶺南有粵韻繞梁之音，古傳唱法、古傳嘅曲牌都融合喺呢個新潮嘅詠舞裏邊。嶺南成傳統民族之美，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賞下啲比較古老嘅藝術啦。每日1個鐘，聽韻味嶺南，品嶺南韻味。嚟到2026年嘅1月26號啊，咁繼續提醒閣下，你而家收聽緊嘅係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粵港澳大灣區之聲同埋香港之聲嘅韻味嶺南音頻靚茶。嗱，上個星期四嘅節目咧，會同大家關注咗2026年廣